生命樹宣教網絡又同大家一齊分享聖經人、聖經事，咁係講人物、講故事，係睇下上帝喺背後嘅手做啲乜嘢。今次咧就介紹一個聖經嘅人物叫亞干。亞干惹麻煩者，得意啦。咁原來咧亞干呢個字，Akan呢個字咧意思就係惹麻煩者，或者我哋叫 troublemaker。麻煩製造者都幾得意喎，呢個咧係真係佢亞干呢個名嘅希伯來文嘅意義嚟嘅，都幾得意噶嚇。即係點會改個名做麻煩製造者、惹麻煩者嘅呢？我哋睇下呢段經文先。約書亞記第7章第1節，以色列人在當滅的物上犯了罪。因為猶大支派中謝拉的曾孫撒底的孫子加米的兒子亞干取了當滅的物，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咁咧讀晒啲聖經先翻嚟嚇。當下約書亞從耶利哥打發人往伯特利，東邊係靠近伯亞文嘅艾城去，吩咐他們說：你們上去窺探那地。他們就上去窺探艾城。嗱，有啲顏色啊比較多咧，讀多次嚇。當下約書亞從耶利哥打發人，就往伯特利東邊係靠近伯亞文嘅艾城嗰度。吩咐他們說：你們上去窺探那地。他們就上去窺探艾城。他們回到約書亞那裏，對他說：眾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3千人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勞累眾民都去，因為那裏嘅人少。於是民中有2-3千人上那裏去，竟在艾城人面前逃跑了。艾城的人擊殺了他們36人，從城門前追趕他們，直到士巴林，在下坡殺敗他們。眾民嘅心就消化如水。耶和華就吩咐約書亞說：起來，你為何這樣俯伏在地呢？梗係咧，打輸咗仗啊嘛！以色列人犯了罪，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取了當滅的物，又偷竊，又行詭詐，又把那當滅的放在他們的家具裏。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身逃跑，係因為成了被咒詛的，被咒詛、被神咒詛，所以輸啦，轉身逃跑。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從你們中間除掉，我就不再與你們同在了。第13節，你起來，叫百姓自潔，對他們說：你們要自潔，預備明天自潔好，聽日見我。因為耶和華以色列嘅神這樣說：以色列啊，你們中間有當滅的物，你們若不除掉，在仇敵面前必站立不住。咁咧，呢個就係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一個聖經人物亞干，同埋一件聖經嘅故事嚟啦。以色列人第約書亞記第7章一開始就點題啦。以色列人在當滅嘅物上犯咗罪，就係我第一點要同大家講嘅紅色熒光字嚇。咁啊，以色列人喺當滅嘅物上犯了罪，喺當滅嘅物上犯了罪，即係話有一啲神係話要毀滅嘅嘢，佢冇毀滅，留低咗，所以咧喺當滅的物上犯了罪。因為猶大支派中謝拉嘅曾孫撒底嘅孫子加米嘅兒子亞干
取了當滅的物。耶和華嘅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咁第一節其實咧係將以下嘅故事係做咗一個標題，用第一節嚟表達咗。咁如果寫文嘅咧，咁呢一個第一節就叫 executive summary， 就係將成段嘢 summarize 咗一段講俾大家聽。咁邊個寫㗎？約書亞寫㗎嘛。咁後邊先至繼續講呢個故事係點樣發生嘅。介紹下先，成件事嘅主題主軸就係以色列人在當滅的物上犯了罪。咁邊個人犯了罪呢？講埋啦，猶大支派謝拉嗰個家族落嚟嘅人，謝拉、撒底、加米，然後到亞干就取了當滅的物，於是惹耶和華怒氣。亞干，咁呢個名都會幾得意咯。亞干咧，阿坎咧，意思係惹麻煩者。你會唔會改個咁嘅名？咁會嘅喎，因為唔係自己改噶嘛。個名係邊個改噶？爸爸改咯，媽媽改咯。咁係咪一出世讀咁樣生出嚟即刻改啊？可能係諗定嗱，仔啊改呢個名，女啊改呢個名，可能係咁樣嘅。但係可能改咗之後咧，佢未即刻叫佢嘅噃，或者開始叫，不過咧未係最實，因為生咗出嚟啦。咁睇下，哎呀呢個仔真係奀皮仔嚟嘅，好曳嘅。哎呀成日打爛啲嘢，成日掹我啲頭髮，哎呀好麻煩啊。咁可能咧就將呢個仔改做惹麻煩者。哎呀奀皮仔嚟嘅，哎呀搞亂檔，喂搞亂檔，你又搞亂檔啦咁樣。可能咁樣叫親昵嘅辦法，咁呢個叫法，咁咧叫 Akan 就係惹麻煩者。不過上帝喺呢度都幾得意，就係讓一個亞干呢個人咧，佢真係做咗呢件事，即係咧一個惹麻煩者，佢惹出好大禍啦。就係佢喺當滅嘅物上犯了罪，攞咗啲當滅毀滅嘅嘢。於是耶和華嘅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怒係呢個字咧 ，af 咧。係鼻啊！於是耶和華嘅鼻就向以色列人發作，引發燃起。Kara 咧係引發或者點着。於是耶和華嘅鼻就向以色列人點着啦，咁解要咯喎。咁其實咧鼻係咩咧？就係噴氣嘛，咁啊嘛。所以咧，好嬲啊！佢個鼻嬲嘅時候咧就會咁樣啦。所以咧，耶和華嘅鼻指怒氣向以色列人引發燃起咗。咁其實係咩呢？件事係而家先講。約書亞從耶利哥打發人去打聽下、窺探，點解喺耶利哥呢？因為佢哋以色列人喺曠野完咗，經過約旦河入迦南地，上帝應許嘅地方啦。第一個城就係靠住一日行一個圈，唔好講嘢。第7日行7個圈，然後大聲呼喊，城牆冧下來。咁於是咧，就佢哋入去攻佔咗個城。第一個城勝利就係耶利哥，哇！完全上帝的大能，因為你就咁叫喊就能夠令一個城牆冧喎。耶利哥係大城嚟嘅噃，咁都得，咁梗係得咯，上帝啊嘛。所以個個都哇好犀利啊！呢個以色列人個耶和華真係好勁。咁所以佢哋咧就已經佔領耶利哥啦嘛。跟住咧就第二個城啦，就喺伯特利東邊。靠近伯亞文嘅一個城，小城啫，個城叫阿伊，咁於是咧就而家中文咧就阿伊，亦叫做艾啦。艾城嘅意思咧，阿伊咧就係荒場，一個荒廢嘅地方，一個好荒唔係荒廢，荒涼嘅地方，一個荒涼嘅地方咁樣。阿伊，咁啊近邊度啊？近伯特利同埋伯亞文。咁你見到伯，咁呢個咧有個伯，呢個伯其實咧 Beth 咧就伯啦。咁特利咧，特利係譯呢個字啊 ，L 就係 God 啦。咁咧就係 Beth 咧就係家，咁啊家神即係神的家啦。所以伯特利意思咧係神的家啦。咁伯亞文咧 Beth 就係Aven 咧就係亞文咧就係虛榮罪惡咁解嘅。咁所以咧呢個伯亞文就係虛榮罪惡之家咁嘅意思啦，就靠近伯特利神之家同埋虛榮罪惡之家伯亞文附近有一個城係叫做
好荒涼嘅地方叫艾，就咧你打探下。咁佢哋打探完翻嚟就話啦：報告約書亞，我哋唔使全部嘅士兵都去㗎。呢個全眾民咧係指士兵嘅咋，唔係話200萬人一齊去咁，唔係嘅。眾民我哋啲士兵唔使去晒，2-3千人就得㗎啦，因為上去咧去攻打艾城就可以啦，因為唔使咁多人去啦，因為那裏的人少，艾城人數好少，咁咧應該當時估計係10000人嘅啫，喂10000人都唔係少㗎啦喺當時嚟講。不過都算係細嘅，如果同耶利哥比較細，2-3千人我哋去都搞得掂佢噶啦，因為我哋已經行完曠野，個個大大隻隻、黑黑實實，耶利哥都搞掂啦，5個咧士氣好高漲。於是眾民中有3000人去，點知竟然喺艾城人嘅面前逃跑輸咗噃，仲俾人哋擊殺咗36人添。嗱咁都算幾好嘢噶啦。人哋出嚟贏你場仗，然後咧都係殺死你36人，咁算少啦。追佢哋，佢哋跑啊跑，咁去到士巴林落山嘅地方就被追上咧，就殺咗36人。咁其他嗰2900幾人咧就翻到嚟，哎呀輸咗啊！咁竟然輸，於是成個以色列嘅士氣好低落。咁耶和華就吩咐約書亞啦：起來，做咩唔起身啦？硬淨啲，做乜咁仆晒喺地下啫？唉，神啊，起唔到啊，打輸仗啊，好慘啊！我哋輸俾一個小城市啊，仲死咗36人。咁神就話啦：其實係因為以色列人犯罪，違背我吩咐佢哋的約。咩約啊？西乃山的約啊？唔係，係我同佢哋講嗱，你哋去攻打嘅時候，要咁，我就會幫你打勝。咁你又冇去到咁跟住做，於是你咪違背咗，咪輸咯。違背咗咩啊？取了當滅的物，又偷竊又詭詐，又把那當滅嘅放喺自己屋企裏邊當冇件事，咁就攞咗嗰啲嘢當滅而你攞，咁就算偷竊啦。咁然後你收埋就詭詐啦，咁樣咯。因此以色列人咪喺仇敵面前站立不住咯，逃跑咯，因為被我咒詛啊嘛。如果你哋唔將嗰個人拎咗翻嚟當滅嘅物毀滅，從你們中間除掉，我就不再與你哋同在啦。哇！嗰啲嘢係當滅嘅，叫你毀滅你唔毀滅，咁我點同你一齊啊？你起來，叫百姓自潔，即係話自己反省、認罪、悔改，對他們說：你哋要自潔，明日耶和華會咁樣做嘅，就會幫你哋咧。以色列啊，你哋中間有當滅嘅物咧，如果唔除掉，就喺神面前站立不住噶啦。好啦，有當滅嘅物要除掉。弟兄姊妹，想今日同大家去思想嘅咧，就係唔好做亞干喎，因為亞干咧係一個即係同人如其名，一個惹麻煩者。惹咩麻煩咧？就係神叫佢有啲要毀滅嘅嘢，佢冇毀滅。我唔知道喺我哋個人身上面嘅反省，有冇一啲事情係神叫你唔好做啦？呢啲嘢唔使要啦，要斷捨離噶啦。不過，哎呀〜好有感情喎，好珍惜喎，唔捨得喎，哎呀唔抌得喎，可能係咁樣㗎。咁呢啲嘢你要抌咗佢，如果唔係唔得啦，我咧唔再與你同在啦。咁呢個係一個條件，就係正話用嗰個約嘅字，呢個約咧可以譯做條件啦，可以意思係條件，就係咧你咁樣，我咧就會幫到你啦。咁起碼第一，譬如你揾我幫手，好啊，我咩都冇啊，求你幫我啦。咁你唔使俾嘢我啦，你有誠意得啦。咁呢個係一個條件嚟嘅噃。咁咪哇誠意都冇，咁咧就好得意。我最近咧就睇到一個新聞，就咧嗰個人咧就有暴亂罪，咁咧就罰得好重喎。暴亂呢件嘢好暴動罪，好重噶嘛。咁咧。終於個法官就重判佢嘅，一來咧要阻嚇社會人士繼續做呢件事啦，另外咧嗰
個法官係加咗句咩呢？你連求情都冇誠意，即係求情嗰啲嘢咧都冇誠意。咁哎呀點？即係我點幫你啊？咁我最近又睇咧，有啲人咧就參與暴動。咁佢求情嘅原因係咩呢？其實佢唔係有意參與暴動㗎。咁咧，我只係學生，就要去嗰度咧，就係去尋求寫作嘅靈感嚇。去喺個暴動裏邊參與，然後話其實只不過是路過喺度。咁你唔翻屋企暴動緊喎，打緊喎，哇！你仲企喺度好似參與咁嘅樣，俾人捉到去參與。我唔係參與啊，我喺度睇緊係攞寫作嘅靈感。個官就話：喂，你連求情嘅誠意都冇啊！即係話，喂，咩都唔使噶啦，你咩都冇啦，你起碼拎個誠意出嚟，咁我都拎啲嘢出嚟啊！咁都冇嗱，呢個正話係講，喂，你哋咧就係喺度呢個字啊，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呢個約唔係西乃山律法嘅約，係指我叫你咁樣做。當你咁樣毀滅嗰啲當滅的物咧，我就會幫你打仗啦。哇！咁你都冇做，咁咧就真係唔得啦。所以咧，你哋係被咒詛啦。咁咧，因此而家你要做嘅咧，就係將嗰啲當滅的物除掉。有啲事情咧，如果你知道神係唔歡喜而喺身上嘅，你要將佢除掉。剛才讀最尾咧就係要叫百姓自潔，你要自潔。如果唔係，你就會惹麻煩啦，好似亞干咁樣。第一個惹麻煩嘅邊個？係自己啦，有麻煩啦。咁咧要小心，係要自潔，將嗰啲嘢除掉。咁咧就如果唔係，神冇同在，神冇同在，你幾叻都冇用。以前曾經有個輝煌歷史，打敗耶利哥都冇用，士氣好高昂都冇用。睇死呢個艾城咁少人唔打得嘅，我哋2-3千嘅勇士就搞掂，結果你係會輸嘅，因為神冇同在。好重要嘅，求主咧幫助我哋睇重嘅係上帝嘅同在，睇重嘅係佢嘅吩咐。一齊祈禱，求主警醒我哋，俾我哋記得你歡喜嘅事情。俾我哋檢討自己有冇啲嘢係你唔歡喜嘅，俾我哋自潔。主，我哋好多時候有好多喺世界上嘅嘢係拎住唔肯放手嘅，因為唔肯放手，梗係有好嘅感受，梗係感覺良好，梗係一啲好可貴嘅嘢，都會拎住，哎呀唔肯放。主，呢個時候求主幫助我哋要聽到你嘅聲音，俾我哋可以放低自潔，去了結咗呢啲當滅的物。求主俾我哋呢一個勇氣與斷捨離做得好，求聖靈幫助我哋，更新我哋，改變我哋。有啲嘢好難做到，求聖靈真係更新，等候你嘅作為。聽我哋祈禱，免得我哋成為惹麻煩者亞干。我哋都唔想改呢個名，我哋都係想做得好嘅，唔想惹上帝嘅氣，唔想惹到麻煩。求主幫助我哋，禱告奉靠耶穌基督名求，阿門。